賽馬會青少年足球精會2026，中國香港 U16 代表隊對住曼聯 U16 青年隊嘅兩邊嘅球迷咧，好在入場打氣㗎啦。今日亦都風和日麗，可以話係相當之啱睇一場好波啊！咁曼聯方面咧就着起藍衫啦，咁作客嘅波衫，一開波有機會嘅17號嘅穆罕默德門前彈地直接抽埋去，可惜 ban 咗落個波底嗰度啊，略微而去，把握唔到呢一下嘅chance啊！港隊喺上半場咧有好多次都試下用長傳急攻啊，但係踢法絕對唔陳舊啊！因為一個大轉邊走到佢哋左手邊嘅底線傳中波，門前得手有右翼球嘅黃順啊！好簡單個大三角，由中堅嘅李俊山策劃㗎，交對左路嘅位置啦，亦都見到就係左翼嘅李成哲啊！乘對方一下不留神，立個波落嚟，乘勢壓落底線，傳中波就彈到人嚟到門口，黃順非常機警，時間性把得好準添。喺上半場嘅中段先開紀錄啊！上半場港隊打得非常之燦爛，亦都好有整體嘅戰術嘅。曼聯16方面啦，喺左手邊林肯嘅傳中波，門前嘅運戰再 set 翻去後邊，有隊長嘅白賴人起腳，但係你睇下有幾多紅衫幫正選門將嘅洪熙賢擋住個大門啊！然之後咧，亦都有下快攻嘅上半場嘅尾段，有個半單嗰度機會，已經擺脫咗基斯道化㗎啦，但係扣翻埋嚟大位嘅時間，後邊出腳，及時擋守咗呢個半單刀嘅機會啊！主教練普板都拍爛手掌啊，因為前鋒陸志祥以一敵二啊，其實都有好多功夫要做，最終起到腳，不過就真係爭少少。跟住去到下半場咧，亦都見到港隊咧一開波就有一次機會㗎。絕對有機會入第二球，有部分隊友都衝埋上去諗住慶祝㗎啦，點知成場波都有好出色表現嘅10號仔余立峰啱啱射斜咗啊！呢邊把握唔到咧，就輪到曼聯下半場咧就真係開始反撲啦。穆罕默德接應一個直線，控都唔使控啦。我順住個波來勢，直接望住個遠處趟 ，ban 得好應棍啊！遠處網仔難入，追翻成1比1。之後嘅形勢咧開始慢慢跌落曼聯嗰度咯噃。進入下半場咧，有咁多唔少嘅港隊球員開始有啲體力不繼啊、抽筋現象，亦都變咗咧港隊嘅陣容有好大嘅變動㗎。而曼聯都換入咗部分啦，佢哋喺上一場波打正選嘅球員入嚟啊。咁所以下半場港隊嘅門將喺後邊入嚟嘅羅建峰係有好多功夫要做啊。但係點做都好，都擋唔到呢一下，都係大三角。都係好漂亮嘅組織，後邊入嚟好搶鏡嘅小將，全場波可能係身材最矮小嘅班智文，但係入咗個好重要嘅入波，幫曼聯取得領先。你知伯賴人嘅轉邊啦，然之後祖師傅嘅傳中波，班智文呢下都唔容易處理㗎，窄角度，人仔細細，但係頭腦非常冷靜，一舉一動咧更加成熟到好似個大人咁添嘅。好啦，呢邊亦都把握到一次嘅失誤㗎。後備入替幾成懷呢下嘅冷戰咧，看似冇乜威脅，但係嗰陣時咧，其實港隊係陷於劣勢，更加係落後緊嘅。呢一個冷戰省咗人改變咗少少方向啊，令到咧威廉翻唔切身嘅，牛右手將個波撲咗入網。比賽到最後嘅時刻，港隊 U16追翻成2比2，補玩都笑得出啦。去到球場嘅末段咧，曼聯仲有機會啊！幾次嘅角球咧係製造咗唔少嘅危險嘅。嗱，見到港隊嘅後備入嚟門將啊，羅建峰幾下咧喺接應傳中波咧係仍然係相當之冷靜㗎。角球轟炸去到最後一刻都仲有一下㗎。曼聯中堅馬德蘭基斯道法頂到埋門口㗎啦，但係逃唔過護空門嘅林兆許啊！當時已經係比賽最後階段㗎啦，真係當入波咁慶祝嘅。然之後，曼聯喺法定時間最後嘅時刻咧，亦都換入咗1號嘅門將馬里。雙方90分鐘法定時間打成2比2，同星期五一樣，需要互射12碼分勝負嘅。第一輪嘅安格斯射失啦，然之後就第一輪有張志希射入。一輪過後，港隊已經領先啦。去到互射12碼階段咧，出現咗一個情況啊，就係港隊嘅門將啊羅建峰。曾經試過撲到對手黃信嘅12碼啦，但係球證認為咧佢打不出嚟啊，所以要再射過都撲到，不過今次就撲到都入啦。
西蒙可以幫曼聯咧入到佢哋呢場波嘅第一個12碼。第二輪有吳日朗處理得好乖巧嘅。好啦，班哲文又如何呢？第三輪佢真係好冷靜，今日每一球波咧佢都做啱決定嘅。而第三輪呢，射後嘅港隊亦都有蘇奕士一射入網，3輪過後領先3-2。到第四輪呢，熟悉嘅場面出現啦，滿將羅健鋒再次撲出，但係再次龐正華亦都睇到個慢鏡係真嘅，未射之前滿將隻腳已經踏咗出去8界線外，咁所以要重射啊！咁而同較早前一樣啦，重射嘅球咧，曼聯強係射入嘅艾迪，幫球隊追成咧係暫時嘅平手。去到第四輪嘅港隊操刀咧，張俊樂搞掂啦，令到港隊進入領先階段嘅。第五輪一定要入啊！呢下謝力德夠晒冷靜，兩晚嘅互射12碼咧，佢都射入自己嗰一輪嘅。但係如果港隊嘅球員葉浩晴呢一下射入就贏啦，冇問題，信心十足，捉中路都照入。互射12碼階段，港隊 U16 5輪全部射入。而曼聯 U16 咧就有安格斯喺第一輪射失，所以港隊 U16 喺今次精英會嘅比賽，憑住互射12碼擊敗曼聯嘅 U16啦。賽後咧佢哋亦都非常之開心，同特登嚟支持佢哋嘅港隊球迷咧慶祝一番㗎。喺呢度再次恭喜港隊 U16 贏到今次精英會。